遇挫折不後退，夢想艱辛累贅。以全運會田徑賽場最後一晚作為告別式，應該係我國田徑運動員嘅最高禮遇，配得上蘇神美譽。亞洲48億人喺60米同100米內，佢跑得最快。全球28億黃種人，佢係第一個跑入10秒內嘅。咁樣嘅突破，佢總共做到過11次。佢用自己證明我哋可以跑。職業生涯再輝煌，捨與不捨，總有離場一刻。佢職業生涯嘅開始係21年前參加嘅一場中學生田徑比賽，嗰年佢先15歲。呢屆全運會上，同樣15歲嚟自江蘇隊嘅劉君熙走上跳台嗰陣，遇見陳芋汐，雙手揞面，雙眼放光，然後握緊拳頭，鼓起勇氣迎接挑戰，喺人生第一次全運會上攞到銅牌。蘇神講得冇錯，只要堅持，肯定會成功。劉君熙要靠兩手向理想揮手，有一日佢都會成為人哋嘅偶像。中學嘅蘇神跑步快，但成績一般。當年嘅優秀同窗林艷芳幫蘇神補習，補習之神發現蘇神每次交功課都會攝住張紙仔表達愛意，久而久之，兩人成為咗戀人。當時嘅表達好含蓄，唔似呢一屆全運會上田徑4×100米混合接力冠軍福建隊嘅何錦顯喺鏡頭底下錫咗亞軍四川隊嘅劉俠軍，只留低咗一句冠軍我攞咗，亞軍都笑納。嗰一刻，何錦顯喺度笑，劉俠軍都喺度笑，默默望着那目光似電，輕快的感覺飄上面。之後嘅採訪裏邊，佢哋比賽講得少，對方講得多，金牌重要不及佢重要。跟住落嚟要向前輩學習。後嚟蘇神佢哋組織咗一個家庭，生咗細路，細路玩具裏面可能仲有一堆金牌。就好似呢一屆全運會上得到馬術3項賽團體及個人賽雙冠軍之後，廣東隊嘅梁瑞基接受媒體採訪嗰陣，咁啱屋企打電話過嚟，佢同個仔講，贏咗2塊金牌，一塊送俾阿哥，一塊送俾細佬。唔係金牌唔重要，而係隨住角色轉變，早就有比金牌更重要嘅嘢，哪怕遙遙長路多斜。結果蘇神喺生涯最後一次接力賽只係得到第4，無緣獎牌，都唔重要。聽日買咩餸煲咩湯更重要。全運一幕一幕，人生一圈一圈，幾多新人蜂擁入，幾多老將夢難圓。競技舞台早有定調，金牌重要，但世事難料，機會難得。傾盡全力後，放低得失，人生重要。體育精神係乜嘢？比賽場上有尊嚴咁贏，有風度咁輸，人生路上遇挫折不後退，夢想艱辛累贅。